新妇又会做得不用过半条呢？来，你吃吃看呐。嗨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嗨，你两摸憨哦。嘿，煮板条。但我家板条冻好食。哦，谢谢。你想讲，今日让你合作啲嘅板条做得冇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做得咯。做得啦。了金粉，幸福行业，仔细伫阿爸嘅板条店底度天数，练就嘅贵身料理真功夫。19年前，因为查甫身体出了问题，本期开始思考康健嘅重要性。因为环保理念，还加对人客嘅照顾，佢留一道用嘅菜单，用泡菜做结合传统老实在嘅创新。师傅，今日我来合作板条，为什么要先请我吃水果大餐啊？哦，你係做果醋嘅菜料。做果醋，可是我今天要做板条哎。哦，我店都有項料理，看到泡菜板條。泡菜板条。泡菜係用果醋做嘅。你係會做水果，把它陳醋醃成醋咁嘅。聽說改成素食啊？現在好健康啊！然而一方面也因為全球的暖化有51%的温室氣體是畜牧業排放的，好環保，比較環保的飲食。真嘅要對氣卡做起，對不對？哎呦，是啊，好厲害哦！你應該不單是，你應該有在大飯店待過吧？把握傳統，同時又做得創新嘅結構，就啲料出自家做嘅泡菜。廖師傅用當歸切嘅果子做出來嘅果子，調做醬料，還加拿來滷泡菜，用天然果子嘅酸甜香調和，希望帶俾健身人一種清新嘅味覺體驗。老果子切得過後，放入成鹽汁，還會經過3個月變味法，將做得成功焗出果子嘅芬芳。切好嘅泡菜，撒定加入有果子調皮嘅特別醬料，用心灼，本特地一味都做得充分嘅吸收精華，撒定放入冷藏，等其入入味料。你看，兩下嘅泡菜呢已經做好些，兩個就係果醋做出來嘅泡菜哦。哎，我可以偷吃嗎？好，請用。那說來吃吃看，你們看，真的是黃金泡菜哎，金黃色的哦。好棒哦！那真經懂咪咪嘞，辣度、脆度還有那種果香都很剛好了。這是你的料，對不對？是。很健康哦，全部會食材耶。好，我們先給一點油，把茄紅素帶起來。茄紅素需要油跟溫度。然後帶出來嘅tomato soup哦，看起來就吃得很健康哦。茄紅素帶起來之後，我們把泡菜先下鍋。所以我們先把sauce先炒出來，啊，等下飯條應該熟熟嘅哈，再把它 mix 一下就好，對不對？飯條出條速速嘅。速速啊，就 OK。哦，兩個泡菜啊，泡菜哦，真的很過癮，但係用啲啊，佢就已經有那種。你知道很濃厚的那種酸辣的味道在這裡，然後老鴨給板條，哦，這個板條光看就很好吃，因為它的鍋子裡面還會彈跳哎，那就會要用快火啊牛炒蔥走啊牛做出來才會好吃，我就等着收掉。好了，然後它啊，哎呀，好彈哦，好彈哦。一個係傳統嘅料理方式。廖師傅想到用泡菜酸甜辣嘅香味，台里傳統板條用當到豬油、紅蔥頭、三層肉一道白香嘅方式，創造出泡菜板條嘅形式法咯。廖師傅實在嘅料理，鹹油嘅秘密留空間，就是希望大家啲享受美食嘅世界，未唔會俾身體帶來負擔。